一直以為高級大人係自己生活自己搞掂，一手解決家居難題，識得買餸煮飯，食飯主動埋單。但到頭嚟，原來要管理好身心健康，先至稱得上高級大人。因為人冇事，先可以同身邊嘅人做到更多事。宏利為你提供周全保障，同你一齊 level up。宏健守護危疾入息保障，涵蓋多達121種危疾同疾病，針對3大危疾，有基本賠償以外，喺確診及後續治療期間，每年出糧，保費亦保證不變。宏利領先健康支援，設有健康支援團隊，由專屬健康支援經理提供個人化跟進，並涵蓋大灣區癌症藥物支援服務。趁後生同身體健康及早準備，未來就更加 firm 啦！宏利與你掌握健康，成就樂活人生。